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我阿德。嗨，大家好，大家好，我雪龙。咱呢，才会听友听到雪红姐的声，应该阁过，若无毋对，应该过2-3礼拜以上。一个月一个月以上，嘿嘿。8月14，差不多啦。可能过即个正个月，有应该有。嘿嘿嘿，所以。大家毋知有少年无？个月也是做夜音，你就是惨男啦。咱是那伊咱人正过月，过月，我袂有月啦，我就是月。这口口物件咱真正嘛讨论过真侪解。听有上要紧。是吼，咱今日咧其实是来行孝，或者讲寒孝哈，伊来讲寒孝，寒什么孝？就是即个，你迄个后壁你讲好有些会走音是孝，毋是孝，当然孝即个字毋是敢若大家想的迄个意思，其实走遐去无共。即个音其实有真侪无共字嘛，有即个音吼，所以大家莫听过孝就当作是李美人无啦，孝其实有即个字拢读作孝吼。那但是我当讲的是孝啦吼，那汉字叫做数学的数，迄个数，数学的数吼，数学的数，孝吧的孝，嘿，也就是孝吧的孝。结孝的孝，顺孝的孝，拢是即个孝，数字的数，伊的白话音就做孝，这大概知影一个。好，来咱今日因为顶变吼，嘛毋是顶变一段时间真正，嘿，100集的时阵有收集大家，嘿，收集大家即个寄来的批啦，吼，各种方式寄来的批。我家回4个月偌济呢？嘿，对大家真不足，因为就是我本地想讲，我应该读会了啦，吼，后来即个100集实在伤够话啊，我甲他读2张批，我都100集都过去啊，所以咱。有讲会过来含笑，但是因为中可能阁爱插播一寡即个无共款的访问啦，或无共款物件，所以有小可延长一个，即个延长就是拖着，毋是小钱的迄个延长，吼，伊咱人讲小钱，无共啊哈，毋是即个物件。所以讲有时嘛真歹，真歹学呢，要认识较清楚安尼吼。爱开时间咯，这就是伊趣味的所在啦，对无？所以咱就是爱继续来教，未读了的读好了安尼啊，感谢大家吼。所以咱可能要进入重点，因为我惊讲对，莫个我惊讲我无细字，我即摆嘛是毋若准备2篇啦吼，所以我惊讲无细字时间就收一个，过去，可能个回息咧，个继续第3篇。安尼我袂啊，我今日细项点坐伫咧陪伴你着。安尼我拢无法度讲故事，你知影？所以无在了讲故事，因为拢一直伫读批。我先，毋过拄开始嘛是爱先来感谢一个赞助吼，有一个署名叫做海的查某囝即个人。伊嘛是有伫即个赞助咱超过挂金方案，对嘛？在此甲你感谢，有寄付。那提出伊个话咧，其实伊有老话，伊寄付时老话就讲即个阿德甲，但是即个字对我来讲伤细啊，我还帮我较大较看会着。我电脑离我较远一撮，所以我甲放在一个。嘿，咱今日空间小可无共款换所在，小可换所在，所以即个空间较无遐清楚吼。来，要紧，来我看一下吼。伊讲，阿德甲雪红记好，雪红记恁好，未付期的
袂赴市，赴毋是袂赴港市吼，赴市就是讲物件要上市啊，迄个赴市，赶袂赴的意思啦。袂赴啦，袂赴出货啦。嘿嘿，袂赴市110礼金啊，毋过心意共款甜。真感谢恁对江北扒粉的台语田啊，扒粉就是扒粉共款意思啦。啊，你若汉字写做抛荒吼，就是咱讲囥甲废弃、荒废吼。扒粉的台语田做的一切拍拼，感恩多谢努力。这是我知影这是一个以后来有写批互我吼，就是有问我一个问题啦。吼，这我即届内底应该是我印象中敢若无。我嘛甲你多谢啦。对，我印象中我敢若无放伫即边的即个内容内底，毋过伊就是有讲着讲伊是一个伫学校有伫教台语的先生吼，伊是伫咧宜兰。是哦，所以是宜兰人。我要给请教伫厝你有讲台语无？希望是有。既然你来去教书吼，你伫厝尽量你嘛是着爱甲你毋着有结婚无结婚歹势共问啦。这我都毋知影，我无过问吼。如果若有来讲，你就希望尽量啦。无错吼，若毕竟拢伫宜兰啦，你若真正你有拄着我，欢迎来一个小酒问一个。我嘛感觉足欢喜的。尤其你是即个嫁父的金主吼。咱的同乡啊。我做时特别是种即个也无啦，讲生咱的同乡啦吼。是好，来咱就开始来进入咱的正题。当然先补充就是讲，我即边收到的批吼，有写华语的，嘛有就是华文啦吼，嘛有写台文，两款拢有。若是华文的，其实我收到了，我即边要读出来，我会搁甲你做一寡调整。会改一个啦吼。我会甲你首先翻译是即个台文，我先用台文写落来甲读吼，所以大家使听看觅，就是翻译了甲你的原文的差别，这嘛是一款练习因为恁家己寄批，你一定家己知影嘛，所以你就会使来看觅讲我翻译出来，有诶我有写落来，有我意无？有诶我会注意到诶，我有写落来，有诶我就是大概看过用直接翻现场翻安尼无一定吼，这都互大家参考看觅。那就先来讲头一位。头一位是 Benny Sim 伊老名叫做 Benny Sim，伊上华语写来寄 email 互我的伊讲你好，我是为报道少年兄你去做来宾迄集听到了后，开始收听你的节目，多谢你提供这么好的节目内容，嘛希望你继续创作，我会继续收听支持。有几啊问题想要请教，我自细伫厝诶拢是用台语沟通，细汉的时拄去幼稚园啊，甚至听无大家伫讲啥，所以对我来讲，台语是母语，听甲讲嘛拢无问题。毋过最近想要好好甲读甲写学起来，煞对要经倒一款书写系统有淡薄仔丢迟，有小可学过一丝仔大路，所学甲学习曲线学习曲线有较惊啦，读起来嘛无遐顺时。目前有考虑要换学教育部推荐汉字，试看卖汉字系统会较合无？想要听阿迪对目前书写系统无共识的这个看法，也阁有你推荐的书写系统，看你敢若是用汉罗台文伫写，多谢。这个是母语就是台语的朋友，那看来平常时出来拢有伫讲台语啦，对无？这点是袂歹，毋过确实啦，咱讲语言要流传落来，伊目前现代社会甲过去无共款，你若是欠即个读甲写真济物件是留袂落来，对无？所以咱当然，其实像我有当时伫甲苏宏志伫传讯时，我伫甲你讲代志，也是甲你约时间的时阵，我嘛定定会写台文，所以讲你目前是无正经会晓写台文，对无？无去学啦，无正式来去学。我写其实你会使讲差不多拢看有，就爱研究啦。有当时因为你当伫学即个客语嘛，客语啊、日语啊拢有啦。有当时你就会传即个客语的内容互我我嘛是大概有当时看发音吼，虽然你有当时拍字是用即个敢若罗马字的系统，你毋是用即个汉字，其实大概看发音，咱家己嘛有这几声是无问题吼，所以有当时沟通就是安尼，无一定讲爱甲
100%的准确。是啊，人的语言无一定讲你讲的话一定爱100%的准确啦。就像咱讲，即个困破三领笑掠翁的心掠袂着，所以困伫你分数边的人，你都无一定知你想啥。更何况你讲透过即个讲话表面上的讲话，你就随要甲即个表达甲100%才准确，其实真困难。所以有当咱是透过练习，比如讲，虽然讲我用台文甲你讲，你用即个客语的文字来甲我讲，咱嘛是共款，嘛是会沟通，时间嘛毋捌顶打过啊，拢大开啊，拢约会着，所以练习最重要诶。即马说来讲一个感想，就是安尼讲咱要学物件莫惊歹势。我曾讲，我有些来讲客话，其实阮阮翁的亲情，伊本身客人，佫甲阮员话讲做，恁某讲啥我拢听，拢无啥有。我讲无要紧啦，我若敢讲慢慢就会进步。你若拢毋开喙就完全无机会。无错。所以讲咱无要紧。爱拍拼毋好歹势，红笑嘛无要紧，我感觉嘛趣味啊，对无？即点的心理建设是真重要，我感觉啦。是，咱定讲学语言，就是面皮结构高嘛。对啦，真济即个学生拄开始，譬如讲学英语，伫路会看到一寡外国人，虽然讲人无一定是讲英语的做国家的人啦，毋过有当大家都会调讲去甲伊开讲一个，讲一英语安尼去练习一个嘛。所有语言拢是共款莫讲因为伊是母语是本土语言，你就感觉讲我讲袂出声，讲了无好互笑歹势。其实语言本来就是学来的，毋管是。你自细汉讲到较大汉啥，当然，因为比如讲咱即边的即个Benny Sim 伊是讲伊自细汉就讲台语，讲是无问题。当然就是写，咱写要安怎练习，其实共款意思。比如讲，你开始伫 Facebook 顶悬，伫 Line 顶悬 ，IG 顶悬开始写物件，是用即个你咧学着的台文写，或者是开始参揽遮个字，无一定讲100%随随爱写。当然啦，无一定讲就随会法度拢会样，迄就是要慢慢来啦。当然。来啦！伊的即个片内底上大的问题，伫询问就是讲，当然内底有些讲到一个叫做学习曲线学习，当然这是现代讲法啦。你讲过去大概袂安尼讲，毋过因为学习曲线本身即个意思，因为伊家己的理论上的意思所以我原则上先暂时照伊一个汉字安尼读，我无搁重新翻译就是学习曲线，曲线就是迄个线，要学到啥物程度，你的速度向会变紧，迄个感觉，伊条线毋是直直，毋是讲我开即个。2点钟我就学着2点钟加的语言的程度，其实毋是安尼，语言的学习毋是安尼。咱拄开始讲足青分的遮个字，敢若背就足艰苦，学遮个字母啦，学遮啥，到一个程度开始，你家己有一个程度了，你敢若讲学物件变甲足紧的，你开始愿意越来越开喙。迄做开窍啊，到一个所在，到一个程度差不多要把电啊，你搁较厚，你嘛无可能变成讲无止境安尼一直去嘛，但慢慢会个维持即个较平的线条的感觉，这叫做曲线曲线，学习曲线。讲对伊来讲，敢若有较夹，小可敢爬袂起迄个感觉。这个你讲这是什么名？这个 Benny 咱学物件，一工进店一丝都卖一个是讲我一个就要爬到山顶去。压力伤大的对啊。你是认为伊讲伊好家己压力伤大？压力较大，咱一工学一字也好，2字也好你就甲记就好，莫讲互家己要求伤过悬，安尼就伤忝嘛咯，安尼会足艰苦的。其实因为Benny 有伫讲啦，讲伊拄开始学的是学台罗台罗互大家理解一下罗马字的系统伫咧台湾目前主要。其实毋是这2个尔，但是目前主要就是伫咧讲用台文伫使用有2款，一个叫做教会罗马字，简称叫做教罗伊历史真早，伫咧白话文的运动未开始正式伫发展之前，人都已经伫使用啊就意思是讲无紧，迄个文字的部分咱免甲讲，但是主要就是讲有即个教会罗马字。那目前教育部官方用的即款的叫做台罗。是教育部的罗马字，2款其实足像的，你学一款，另外一款你自然就会晓，差一丝仔尔。你小可比较一下，小可对一下，大概就知影。这是咱看起就是讲，敢若倒菜字迄款的罗马字。安尼是毋是你先经一个有兴趣的落去学会较紧？伊当拄着的问题是讲，伊当学的是台罗，台罗目前的教育资源嘛拢诚济，这是无问题。但是因为是罗马字，你若
看汉字大汉的人，汉字看久看惯势的人，要向向去转罗马字会真袂惯势。或者一定的，这对上来讲拢是共款的，这定对的吼。所以伊就是想讲，我用罗马字，我拄开始台文先学罗马字，是毋是会伤忝，或者是讲，啥啊，敢若进度无改好，无啥顺势，想要改换学教育部推荐汉字。汉字像我伫写台文嘛会用汉字嘛吼。那伊有讲，敢若我是用即个汉罗就是讲我汉字嘛写，罗马字嘛写，拢通用就对，拢会使啦。对。意思是讲，伊感觉讲，是安那讲即个目前咱有遮侪款书写系统，比如讲咱当来伫讲写中文或者写华文的时阵，你就知影讲一定是用写做汉字款，伊袂出现其他的物件。但是啥那台文内底有遮侪款无共款的物件，我感觉讲，与其讲这是强势的问题，不如讲汉字本来就只是书写系统的一款。台语的使用的即个语言，若要变成文字，伊在我家己来看，伊要完全靠汉字来使用，毋是袂使。毋过我感觉无一定遐方便，而且因为台语内底的腔口变化真侪，伊的即个每一人的讲法真侪，这个物件若绑伫咧汉字，完全绑伫咧汉字，其实真无差。伊会互汉字的腔口，伊的框架，伊的腔口夹掉了，伊就是敢若讲毋管，我就敢若摕即领衫互你，我管你偌大裤、偌落、偌瘦、偌细只、偌细汉，全部拢爱即领衫穿下落。其实是真无彩的代志。台语是一个足活泼、足活的一个语言，你看无共所在腔口差别差遐济，佫一寡在地物件，甚至真侪物件，你讲即个物件敢有可能用汉字，反正真正是无。当然你会使用比如讲挖音的方式，就是检定一个字就好，讲即个字来代表上会使。教育部目前真侪物件做法嘛是叫做替用字代替使用，因为即个字，比如讲，我想看嘛有啥物件，代替遐。我想看觅，比如讲咱一寡咱华语讲状声词，一寡声音词，像即款物件，一般都是用替用字。比如讲我用安尼讲就好啦，记，请问即个记到底是哪一个记？其实无一定无定对。但是当然教育部会经一个，伊认为，毋管是意义或者是伊的发音较歪的字来使用，但是你若要去溪考讲伊的即个字的本地来源，伊的发展或者甲你要讲的，其实完全无关系。这是定定会有的代志。安尼真麻烦咧，找无咧。无必要为着讲汉字逐字爱开遮侪时间去找去做，其实这无必要。现有的汉字，或者是讲目前教育部的这个，毋管是学者啦，还是研究者，因有法度经会出来，或者是因讨论了，认为讲决定用搭一个汉字来导来借用，其实拢无要紧。我感觉上方便就是讲，目前教育部大概互你啥物字，咱就是做参考。你会使无认同，你若无认同要创，这个是罗马字就好用啊。是啦。罗马字是靠拼音的方式做出来意思是讲。拼音就是注音的艺术类似，但是因为华语的这个注音符号其实是足后期才发展出来，而且伊本身毋是切到上水的，就是比如讲咱讲这个音，其实是这三个音斗成一个音，所以你拼音的时阵，伊的效果就足歹的。你安尼讲，我听拢有咧，为什么咧？因为我读客语的是毋是都有差别？你若要用注音要去注迄个音的，都是小可怪怪。毋是，我咧讲，伊个客语音会敢若100几个外者是200几伊我是讲起来是算拍拼啦，但是无迄个环境就差去啊，你知所以人佫甲我教呢，我家己落去学完全是自学的啦。齿甲即个字伊就有2个音，齿甲佫一个字。所以有些字是会分音，就讲咱既然共款，你讲即个时阵敢若汉字的时阵，你毋知伊到底读啥？共款一字迄个字台语内底嘛是安尼啊。共款迄字啊，但是你音2音啊，就是啊。看你安尼用，你若知影的时就无差，拢会晓啊。所以简单讲，你一个语言要流传，要传落，莫执着啦。执着啦，莫绑伫汉字，但是汉字有好用无？讲实在，以目前咱自细汉到大汉拢会定用着汉字来讲，汉字有法度流传伫足侪国家，伊毋是无伊的好处，这是一定的。只是讲毋通孤绑伫汉字，所以啥人伊嘛观察着讲，我敢若是汉罗拢写无毋对我的原则是安尼啦。
今日若是以文字来讲，你留话互我，你来写批来甲我讲话，或者是传信息互我。你若是写教会罗马字，我就是用教会罗马字印字；你若是用即个台罗教育部的台罗，我就用台罗印字；你若用汉字，我就用汉字印字。我的原则是安尼，因为三项。我拢有法度写完，我都看。配合你安尼就对啦。嘿，这是我的尊重啦。但是你若要讲要竞打一个，我认为讲无必要竞，两个拢爱学。拢爱学是安尼啦。第一个先从你兴趣的即个先学。汉字是较简单吼，但是你咧学汉字的时阵，本身你就会看到，比如讲目前的教材，拢会甲你讲即个字安怎发音嘛。迄个发音的方式就是用罗马拼音，所以这个是你罗马拼音本地就会晓啊。那当然像我刚讲的，咱自细汉汉字看较济，一个汉字其实汉字是足困难的物件，伊符号伤复杂啊。咱拢是一个字，毋知写过上百遍以后，甲记起来。罗马字毋免嘛，毋过好处是咱已经记起来，咱真紧看到就有反应，反应了你甲摕来甲罗马字做对应，所以免咱练习两个拢学起来了，因为其实罗马字就迄几个尔。只是甲你教发音，过来就甲你教倒做伙变成发音嘛。其实等下，因为你会晓讲起来足简单的啦，吼。咱讲真有时候要学习来讲，确实有些敢弄表无讲撞墙吼。我这毋知到底边啊有这个情形，因为我本身吼日语啦、英语啦、吼客语啊，拢落去，会高嘿。其实上简单的讲法啦，吼，你会使以汉字为主。罗马字为辅，就是讲用汉字来写。你比如讲，你开始要练习，我字嘛是汉字嘛是。迄是互你参考啦。汉字来写，但是你要知影讲，这个字我今日要用罗马字拼音的时阵，要安怎写出来就可以啊。你伫网络顶悬，因为目前你若看会到的资源来讲，汉字的资源拢足济啊。写汉字的台文也是比罗马字较济一寡。当然嘛有真济即个坚持，敢若有白话字，白话字就是咱刚讲的即个教会罗马字，教路的系统的。有的人是足坚持，这个伊的政治理念，伊对文字的想法有关系。但是若个人你要紧学起来，而且是两款拢会使自由使用时。两款拢学即个台罗甲学汉字是上好，因为你会有官方教育系统。但你只要会晓台罗，原则上教路毋是问题，伊敢若差一丝仔尔。教路我感觉教路的好处，我其实嘛真介意教路。不过我感觉你若是以资源甲现实的使用来讲，先甲汉字甲即个台路，看伊的需要啦，因为伊伫教册嘛，吼。不，这是另外一位啊，这拄仔讲便利，这毋是拄则迄个海的查某囝，这毋是赞助迄个。嘿，所以这较复杂是事，我毋知你听会清楚无吼？就简单讲，就是汉字先学，过来汉字爱倒罗马字，罗马字作为你的辅助，你甲当做一个注音符号，注音符号。渐正安尼是无要紧，但是我必须要互你知影讲，咱袂摕注音符号甲讲这是一个文字，毋过罗马字是文字，即个观念爱有，伊毋是敢若拼音，伊甲注音是无共款意思的。你讲较办一书啊？好，所以大家都我讲其他有即款，我讲其实真侪人有即款想法，讲我想要学，但是毋知影为搭着手吼，所以即个部分嘛吼，大家会使小可了解一下，因为。是安那我的罗马字甲汉字做伙做伙用，就是安尼。比如讲，你甲我有汉字的时阵，我会使互咱两个伫咧发音这方面、腔口这方面，尽量保持上大的尊重。比如讲，咱常常讲食饭，就汉字叫做食饭嘛。但是你的食，我讲食饭，我看到食饭，我读做食饭的时阵，你同时会使看到共款的文字，甲读做食饭。我嘛讲吃饭。对，因为汉字有这个好处，虽然读无共款，共款时，伊个外形，所以伊的发音，你根据你家己的需要去发音。所以我讲食饭、卤肉饭，对无？但是你一般其他腔口讲会使讲卤肉饭。当然，这个物件就是讲我写出来，无强迫你看的人一定爱安那读。这是一款。但是你知影什么意思啊？另外一款，我要强调是我的发音，我的腔口选这时阵就爱挖靠罗马字，到我都吞来。譬如讲，边边拢敢若写汉字这个饭，大家若安尼讲，最后你的食饭的饭都无去啊，因为大家大部分人拢是讲饭嘛，所以久来敢若剩饭留落来啊。但是我若是会写罗马字的时阵，我就会写食饭的拼音。我毋管你倒位腔口的人，你看到这个拼音，你就知影讲伊读作饭，毋是读作饭。
对无？因为我已经写拼音嘛嘛，因为你是用罗马字自然的拼音，音嘛，我是用罗马字的拼音。吼，是啊你只要看着拼，糟践，拼啊，拼音拼出来，即个导出来即个字，嘿饭甲饭绝对是无共款的。哦，吼所以当然咯，差济，所以即个音拼音符号的好处是会使甲你的腔口写落来留着，嘿，留落来，吼，嗯留存落来。啊，汉字是咱伫讲话伫用字的时阵，彼此用家己的方式去读，比如讲。进前甲即个小顺主播啊，感谢在此感谢小顺主播，佮寄即个中秋礼盒来。比如讲小顺，但是咱宜兰人伊嘛会强调即个代志吼，我是温小顺，但是写共款的字时，随人在人读，吼，我的腔口安怎读我就安怎读，但是我今日要强调讲，我就是爱你读即个音时，我该用罗马字写，吼，所以两个上好拢学，吼，这是你拢看有啦，互相有帮助，甚至你本地是写全汉字，但是你向想到一个你家己在地发音，毋知要安怎写，毋知要用，毋知要安怎经字应该来讲。讲吼，你大粒球等我，我嘛接袂着；小粒球等我，我感觉两款拢会使用，迄即自由度会相关。吼，目前我认为讲，毋管你家己介意汉字，还是介意罗马字，还是我就是要专打一款的。吼，有的人是我坚持要专汉字，吼，有的人我坚持要专罗马字，无要紧。但是你两项上好拢爱会晓，甲决定你要安怎做。吼，这是互你一寡参考。啊，若讲着对即个书写系统无共识的看法，吼，讲实在我认为无差。嘿，咱无一定爱用过去。学华语的即款的固定的即个概念去看待语言甲文字的关系，即个语言有遮济字的系统通爱用是足好耍的代志，而且是符合咱的需要的，所以我感觉这无要紧。当然，大家吵闹闹，吵是好代志。其实包含日本为着汉字要废掉无，嘛讨论过。有正百档无，上无过了10档，各档嘛是汉解决啦。但是伊嘛用到足歪，伊的汉字足趣味，有当写汉字对无？但是汉字顶端佫甲你飘一个音，迄个音看起来是用即个咱讲卡达卡纳，华语讲片假名吼，卡达卡纳写的，但是伊的发音是英语的发音，嘛像即款的。对，伊的使用嘛是三种，互你毋知要安怎讲，伊嘛有罗马字。对，吼，伊就是比如讲伊的名定定用罗马字去写，当做英语来使用，伊嘛有汉字伫使用，伊嘛有即个假名吼，平假名、片假名、假名来使用。嘿，所以我今日甲去上字课，因完过了10档，甲档嘛是无一个定论，暂且嘛是用即个方式伫写，虽然写嘛无一定完全共款哦，当然有些打开啊啦吼，所以这互你做参考，我感觉趣味。好，过来咱就换第2张批，吼，我刚才又讲一个伤长，我来看一个。讲一个伤长，我爱甲你拍长啊。好，目镜来，我来看一个吼。来第2张批，较第几数哇？嘿，有啦，较第几数啦？来，是叫做城堡城堡，吼，伊是伫咧 First Story 老话，城堡城堡你写城迄个城堡，毋是城市的城，毋是人名啦，吼，伊的即个名。我想讲，城堡城堡，我无甲伊讲过。毋是城堡啦，城堡啦，毋是城堡，是迄个城市的城，城墙的城，吼，城堡。伊是用华语写，但共款我甲你换做台语啦。伊的物件较简单吼，伊讲100集恭喜，真欢喜会当有即个台语节目，会使推荐互厝内的士大听，多谢。想要学基本的台语文字，毋知有推荐的教材无？吼，多谢安尼吼，这是即个城堡的老话。教材部分这可能就是我这边回答啦吼。你虽然讲你上次看教材嘛真济，毋过主要是即个日语歌啦、客语啦、台文的教材。讲我老实讲，就是我本身无学过任何的。用过任何的教材应该来讲，但是你有发布伫 FB 叫讲资料就济啊。是吼，你有注意到吼，因为咱即集伫咧发布时间咧较晚是算吼，因为咱录音的当下个落集未上，未发布啊。毋过我已经进前看到即个配信，我都有先伫咧网络顶管做一个调查吼，因为我家己是安尼本身因为台语算袂歹，所以拢家己自学的啦，自学啦，所以这个我发展的历程有关系，就是我决定讲，
我知影讲原来有即个文字，台语有即个文字物件系统了，拄开始我嘛是用接触到汉字吼。那接触汉字的时阵，发觉有拄着问题，就是讲，我若需要标注即个音的时阵，我到底因为咱知影讲台语一个字汉字一个字点啊，几落个音吼。我有当时爱特别标注，我爱知影讲是搭一个音的时阵，我的音要安怎创。我要安怎写，才会接触到即个罗马字的系统嘛。那后来咧，我都是要安怎去学即个罗马字对应的系统，就是我看到即个汉字，比如讲，咱现在举一个咧，袋啊、袋子，袋啊，落袋啊的袋啊，我都可能我伫网络顶管，比如讲书店，比如有什么爱台语啦，即个教育部书店啦、台日店啦，像即款的网络书店诚济。一查咧，看到袋啊，伊后壁就拼音嘛。我本地就知影讲，即个汉字读作袋啊，无可能走，无可能腔口差。袋啊就是袋啊，甲教授安尼讲。我就去对应后壁。比如伊是读作伊的即个罗马拼音是安怎写，我就讲比如讨，因为一定是讨发音没有。原来讨即个音，咱英语叫做讨是有气声就有空气出去，但是底下地无即个气音，对无这是清音，所以咱就知影讲讨即个音一定伫咧台语的台文内底读作倒的音，底下地的音嘿。伊用英语迄个 A B C D E 的 E， 我是讲地啊嘛所以这 A 原来就对应着伊的 E 就安尼。我大概看几个字，就大概知影讲伊的发音的一寡主要的即个规矩是啥物。倒 E 就是地啊。无遐简单啦但我当时举例讲头前两个字啦，就是我先举一个声母甲一个韵母的即个方式互大家理解，就是讲你要去对照即个音，对我来讲我是安尼学出来的我就开始我主要是写汉字写有的字爱拼音的时候，我特别去找来了，就家己去对应知影讲即个系统是安怎使用的，自然去学会晓。过来就是加看尔大家开始伫网络顶我开始拄着一寡用全罗马字伫写的开始练习。当然我看罗马字的速度也是会比看汉字的速度较慢一撮。毋过因为看久嘛看惯势啊，所以我当看惯势啊，所以就是两个看的速度就较晚一寡当然嘛是会有差一撮嘛是还有差一撮，但是对我来讲是无差，就是反正我伫使用上是无啥问题。所以这嘛是我讲我真拄看到这个问题。话句无长，但是我煞向毋知要安怎甲你应，因为我无看过任何教材，我毋是用系统的方式去学的，迄是家己学的啦。是因为我常常爱写物件，毋管是我家己录音写稿，或者是我伫咧工课上，因为有时爱放送，伫市区内底市场内底爱放送时阵，我爱先甲写落来，甲会清楚。迄个时阵我拄着说，即个字的台文要安怎写我袂晓，我就去查。查了就写汉字，发现讲，我讲我若要读的时候，可能会袂记你安怎发音，我去找伊发音，就自然学会晓。汉字嘛，会晓带咯，我是安尼学起来。总讲就是下工夫咯就对啦。就是需要逼着环境逼着就会晓，所以你若真正是要照一般语言的学法，是一步一步有系统的。咱甲所有罗马字，因为咱讲英语的字母总共26个，我毋知大家会记有26个无？毋过咱的罗马字台文的罗马字无甲26个，有一寡字是无伫使用的，所以佫较少。其实照你讲就好学的啦，讲实在。所以这物件你要学无困难，只是讲确实我家己无任何的教材的资料通啊提供互你。毋过无要紧，我有伫网络顶管问大家真人真是足热情的你有看到足侪人留足侪资料。那这个时阵我无时间整理，真侪朋友拢介绍啦。对，我这阵仔我会找时间甲伊个整理起来全部整理做伙放伫网络顶，放伫咱的 Facebook， 你只要找找啊，特聊聊天的，找着咱的 Facebook， 会使去遐看我暂时会先甲放较顶悬的。恁听到的时阵，照你讲应该是已经做好啊啦，除非我实在是无用甲变伊，无照你讲应该是整理好啊算讲是甲大家热情提供的这些资料我放起，有用听。有用看的，有为系统，有即个咱刚讲的教会罗马字，有即个台罗还是等等加这样。无啦，听伊足热情的直接问人拢就侪看袂了。我就是无一直未有时间去整理到时我整理出来大家看。无啦，你要学就会当去找伊的资料。所以到时你若听到这集了想要找这个教材。
到 Facebook 顶管去找吼，也去聊聊天，你就去找着。嘿嘿嘿，我毋知伊有伫用 Facebook 啦，因为咱若较少年，当真侪人是无伫用 Facebook 啊。是安尼哦。嘿，无要紧，反正你去找看觅，我会甲即个做整理过后，整理了后，我会甲放伫网络顶管，然后放伫 Facebook 顶管，你甲去找看觅安尼。好，这就是遮回答咱的即个听友的问题。多谢你啦哈。好来，顶半段上尾一批，好来，这个是 Alex888234，我毋知谁来号这个名啦吼 ，Alex888234吼 ，Alex888234，大家这个数字的读法爱定练习，吼，真侪人你讲听伊讲台语讲安那会使吼，基本讲，你手机号码偌济，大家拢爱搁翻译过。拢用华语先去想了，再去翻译家己的数字，这表示讲你还阁无学习，吼，你还有法度，人甲你讲数字，也是人甲你问电话号码的时阵，你直接翻出来，直接讲出来就是台语啊，这叫做台语思考。数字是上好迄落，你家己打现场思考一下，你家己手机号码，叫你随用台语印，你印得出来无？对，你电话几款？我毋捌想过这个问题。对无？嘿，无毋对，这就是这样讲。你要咱讲咱台语思考，安怎做台语思考？上简单就你考做好手机号码，来台语读者，随大家都卡掉掉。我大家使用这个方式去考验你家己朋友。因为无去注意啦。对，像我家己手机号码0933后壁就无都搁念落，但我保证会使随时读出来。我日常生活所有会用到的电话号码，譬如讲工课上啦，吼啥，人伫问我随时嘛是共款拢会使用台语。我无需要搁想讲华语安怎读，甲台语安怎读，甲迄数字看着甲安怎。因为嘛免看字，你袂使看字读无准哦。你随时有法度翻过来，即款的才会使吼。家己去思考看觅。是种习惯啦。嘿，爱关系，你连读家己的即个电话号码、电话即个番，咱讲规番嘛，这是日语来的啦，规番是为日语来。电话号码吼，你有法度随用台语读，这就是咱爱关系。所以这大家试验看觅，关系，并且是试验看觅，真侪人会人当嘛袂晓，你知影？讲句啊，拢对人学去啊。毋是我还讲，伊说阮阿嬷吼，偌好笑咧。当然啦，人问讲，恁打电话者，伊拢讲华语。对，因为咱拢是安尼对学的吼，华语伫电话号码即件代志，毋知啥人拢对学即个物件。伊讲。都安尼啊，不要讲台语。对，所以你若学起来，你已经比出来就这是大人更较厉害。这习惯啦。好嘞，咱来读个顶半段上尾一张朋友，就是伊讲，当讲 Alex888234吼，伊讲。你好，我是咱节目的听友。逐集的内容我拢有收听，感谢你制作真趣味、佮有知识的好内容。毋但互我的台语听甲讲真进步，嘛吸收真侪各地历史甲知识。讲刑事案件的时，配合音效，嘛听到会起鸡母皮，敢若人伫现场共款。希望这款好节目愈来愈侪人知影，唱甲掠袂牢。最后想要问的问题是：你一开始是安怎会想讲要做 podcast？做到当对你来讲 ，podcast 的意义是啥？先伫遮甲你说多谢。好，这就是咱的 Alex 的寄批来，咱应该是老听友的款吼。问你的问题。一开始是安怎要做？其实我伫一寡所在有讲过，但我毋知，我无啥会记你讲，我讲到什么程度啦。讲过，头也是用华语。伫访问的时阵，我捌讲过吼，但是咱来我讲一个上实在，就是我拄开始想要做 podcast， 但是。第一当讲食人头路，做人心路，发出一撮心声啦。主要是讲你做的所有作品，你做的比如讲我嘛会晓画图，用电脑画图啦。你做的所有的物件，你写的文案，你写的稿，你画的图，你办的活动，你做任何代志，拢是别人的。因为这是咱讲做人心路，食人头路嘛。对啊，你趁人的钱啊。是，我就想讲。若打一工吼，我往生去啊！我咧个别室吼，拢有迄个公祭嘛，个别室顶悬要囥啥哈？人我拢已经讲好啊。永远拢伫放遐音乐吼，足无趣味诶，拢放遐哀乐，不干咧足悲哀安尼，是要创啥？我今日若无要放一般诶，即款就较悲伤诶音乐来讲，感觉我就是放较轻松就好啊，嘛毋是安尼啊，所以。我想讲，若会使
放我伫讲什么故事的声，一直放应该袂歹，吼，甲人无共款。好，大家会使做伙咧，你来参加告别式来念香，我顺便听一个故事。嘛不哩特别咧吼。所以迄个时阵才会想讲，podcast 开始因真正都伫听，嘛当迄时阵。台湾的 podcast 还未真正请起来，但是已经有开始有一寡出来，是疫情了才开始安尼。疫情了才开始，不过迄个时阵加减有一寡出来啊，我都有伫听，我就想讲，这敢若成本有较低，嘛较好做，佫想着讲若告别式佫会使用放，你若放影片，讲告别式，大家咧看影片嘛，怪怪就是来看电影的个，但是你随时若声你就使放出来啊，都开始其实是，就是我要做一个物件，叫我告别式会使囥啦。在老遮做影片啊，甲吼我讲来甲我参加的人吼，袂使走，听我唱歌，看我跳舞啊。你这叫做生平个展，生平个展啦，个人的展览，个人展览。然后你会使甲做成这个展览会场，展览场的感觉。4点钟我看袂完啊，请大家入来时爱买门票，拆票入场安尼。这个是另外一款方式啦。我讲无一定讲啊，永远拢遮哀伤啦啥，我讲比如讲咱希望留下我啦，后盖吼，我影片啦吼，唱歌跳舞啦吼，拢甲放出来，就相片啊较水的拢甲出来咧。咱有当时嘛希望讲，甲上好的一面留互大家做纪念就好，对无？共款意思。来到咧看卖啲老目屎来看，迄个人唱歌我袂歹听，舞我跳了袂歹。无得大家拢爱学跳一条舞才对。老师来现场教咧，今日咱咧，来参加念香的这个来宾啊，这个贵宾哦，来到现场，包含咱这个政治人物吼，咱今日吼现场爱学一支舞，这支舞大家跳的好，才好多离开。好，咱走了伤济。离开咱这个市场吼，无对，都开始起心动念，现在当然因为真济因缘际会啦吼，所以总共一句后来就开始做台语的内容吼，就是安尼。那伊有伫问讲对我来讲做甲单 podcast 到底是一个啥物件吼？讲实在，我想要做的代志当然毋若 podcast， 只是讲我确实真介意声音的即个媒体即款感觉。迄个语言的无共款。我对语言，尤其是对咱家己的即个语言有一寡感受，或者是有兴趣、有趣味吼，有感觉讲希望互大家搁较了解咱家己在地文化。我对文化即类物件本来有兴趣，所以 podcast 应该算讲是我想要做的代志的一部分。我要变做兴趣。嘛变成讲，其实对我来讲嘛，除了是我的作品以外，比如讲我今日若是伫咧相关的领域、文化或者是台湾的台语的即个领域，我要讲我是啥的时阵，我无需要去解说我是啥，就是这是我的作品。你大概对知影我是啥，或者是讲知影讲这个人伫做什么代志。那第二是我希望讲即款的物件会使愈传愈济、愈做愈发达。迄发达毋是讲你爱偌请赢偌，那是讲因为咱即马就是推测讲咱的武器，大家拢会当使用。除了即个 podcast 即个媒介、即个媒体以外，是毋是还佫较侪无共款的方式？对我来讲是一个会使去想的代志，只是讲 podcast 变成是我的起家厝嘛。咱若讲起家起家厝，就是你事业，无一定讲事业，就是你做一项物件，要希望互人看到的，即个过程当中上基础的物件。今日一切其实我就是根基就是伫即个 podcast 顶管，所以就算讲我当讲我做无用，我实在真无用，我嘛已经做100多集啊，所以虽然讲即个频率咱就降较低一寡，变成讲一个月2集左右当然看情形啦但是原则上是安尼，那无法度像真正遐固定讲逐礼拜拢出一集，安伤忝啦，就算是安尼嘛是。固定想要有内容出来，有作品出来，其实就是对我来讲，这是起家厝，就是安尼的观念啦。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好，安尼咱就先来休困一下，那么再回来。好。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 Podcast 声音节目。
台语话故事单元。在这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呢，咱就继续听落去。好，来，咱继续回来。来咯。继续来答复这个听友的批信，真感谢大家，有的人写甲落长吼，真感谢。莫惊讲伤长无紧，我会尽量，因为你若写较长，我才会使同时，毋是同时间，无说伊甲即个心内话讲出来，毋是同时间哦，就是即个时间长度，我甲较好控制吼。当然，你话嘛是足侪呢。要讲即个读批进前呢，有一个大家有人有疑问啦，我来解说一下，就是伫咧 Spotify 顶悬吼，进前有一个七牛马生嘛，咱旧年应该是旧年无毋对啦。旧年有做一篇七牛马生甲做16岁的即个故事。那但因为咱今年嘛，共款拄着即个旧历7月初7日，我伫即个 Facebook 顶悬有个重新，因为咱做过的内容有当时因为一直有新的听众来，伊无一定有听过，所以我若甲适合迄个时间，或者比如讲拄好7月7。拄着7月初7，我就会甲转出来，互大家看看哦。当咱旧年有做即集，你若毋捌听过，你使翻头去听，或者你要去复习一下，你甲别人点一下，哦，我知影七牛马生创啥。所以迄时阵就有一个人有留话啦，伫 Spotify 顶悬，伊就讲，阮遮我看伊安那写吼，伊的讲法是讲，这字嘛是较详细来。伊讲阿弟说洪志认为好，听贵节目大约1年左右，因为阮阿爸是宜兰人，所以听到阿弟的宜兰腔，真正真有亲切感。在厝咧想要甲阿弟分享一个关系，就互即个新名做客囝的代志。庙方互阮的即个护身牌，阮北部叫做更官。毋知影是毋是各地区说法无共咧，所以留话甲你分享一下，感谢你用心制作，互我回忆起来，互我想起细汉时阵对到宜兰的时阵，甲宜兰的亲友诶，即个北部腔甲宜兰腔的即个趣味的代志，你拄下一个是毋是甲你的想法无共款？即个人应该毋是住在宜兰咯。目前毋是住宜兰个。是安那咧讲咧，吼，咱若即个进前捌听过，讲到更官即件代志，吼，官即个代志，所以伊就是对无，吼，所以我就讲，你先来讲伊毋是宜兰人，但拄则可能大家听以为想讲，奇怪是讲到什么话，互你认为讲伊毋是宜兰人？其实，因为阮大汉的吼，细汉歹有气啦吼。到底是大汉还是细汉？阮的大汉后生安尼听有啦。大家有当就趣味啊！我大汉的细汉，到底是大汉还是细汉？大汉囝的细汉的时阵。对，安尼伊个真火气啊！我的大汉囝，都好你莫阁讲细汉的时阵。你甲你讲诶。吼，我的大汉囝，安讲嘛是对咧。细只，因为是囡仔时阵歹有气，才会去找新名啦。去互新名做客囝。迄吼，因为我迄阵阵少年毋捌。阮的正讲阿嬷就带去阮遮诚有名，或做石头公吧，吼。是当时有一间真有名，做石姓爷公。对，我拢讲石头公。是，较简单的石头公。较尊敬的，在地因庙的信徒较尊敬叫石姓爷公。石头公的故事，日后有机会再来讲互大家听。阮拢足亲切，我拢讲叫石头公。讲八公啊。对。阮的阿嬷就带即个囡仔孙吼去遐灌光安尼去。灌光，我毋是讲灌光，我只讲你甲我讲灌，我是奇怪，我都毋捌听过，阮即拢灌光，因为你挂着啊，也香火啊。来甲大家解说一下吼，啥有灌光甲灌光这两个差别？你若去查即个教育部词典，确实伊写灌光，不过伊的汉字
甲咱讲的寒艮的汉字无共款哦，无共意义就无啥共款哦。来甲大家解说者，咱若以教育部的即个字来讲，艮寒即个艮吼，就是咱讲习惯的惯。习惯的惯，倒手边的徛身边提掉，嘿，迄就是咱讲钱较早当钱，拢有四角嘛，嘿，当钱中的落空嘛，即个艮其实就是落空的意思，你再甲艮一空，吼，咱安尼讲，吼，即个艮。啊，寒咧其实本底是一个动作，一条红绳啊，寒若做动词使用的时阵，就是伫提意思啦。比如讲，你即小寒一个，吼，你即个地啊甲我斗寒一个，吼，就是提意思，提着的意思。啊，若做另外一个动词，啊，佫有披伫身躯的意思。比如讲，寒伫颔棍啊，像华莲，咱就讲华莲挂伫颔棍，吼，咱就比如讲滴伫颔棍啊，挂伫颔棍拢足奇怪，吼，咱是讲挂伫颔棍的，华莲形的物件。啊，佫有当时啊，即个手款加减嘛会讲一个吼。那你若是做即个单位的量数、量词，吼，做单位的数量的时阵，伊会使做像咱都讲首饰，就是像华莲即款的数量，比如讲一罐佛珠。一罐破链，吼，才有一罐破链，吼，就是即个罐，无对。汉字写做手提瓶，吼，提手瓶，咱叫提手瓶，提手旁，提手瓶佫一个做官的官，吼，咱讲即个做官有田有山，吼，做官清廉，食饭着骄严，袂使伤心哦，毋通安尼，吼，就是官，吼，官就是有动词的意思，啊嘛有即个即个量词的意思，嘛会使替用来代替讲即个物件。就是挂伫颔棍啊顶的物件，所以更寒的意思就是讲有一个即个护身符，一个保护的物件，更一空，甲落空了，你才有法度用手啊，红手啊，甲即个绑起来，吼，挂伫你的颔棍啊，吼，这叫做更寒。啊，若是咱当你伫讲的寒艮，小可无共意义共款，但是字无啥共款，寒是共款，咱讲更寒嘛，吼。即个咱讲寒艮嘛，吼，啊，当然基人腔其实讲寒贵啦，咱暂且用艮来讲，好无拄仔讲大家乱去吼。咱即个艮的写法，就毋是拄则迄个艮哦，吼，咱即个写法是，伊是一个名词，是拳头的拳，吼，拳会晓写吼，嘿，拳头使迄个拳，下骹迄个手字你甲摕掉，改成一个密字旁，即个咱毋知华语叫做台语毋知叫做丝啊，就头啥密字旁知影吼，就是迄个牛仔丝。迄个丝，来是两字嘛，两个嘛，两个倒出去，咱留一个就好啊。丝线的丝倒，即个丝的一边就好。哦，拳头的拳的手摕掉，换成丝，即个字嘛读作艮。哦，当然，既然叫咱当讲艮嘛会使吼，伊其实是名词，伊的意思就是讲带锁啊的护身符，伊本身就是护身符啊，伊连锁啊嘛绑去顶管，所以变个更空啊。伊本身就做艮，但即个艮甲迄落空的意思是无共款的。重点就是拢意思拢保身符的起来。嘿，迄个艮，迄字本身就是保身符的意思。比如讲，伫咧即个100多年前的100多当前，即个甘字典、甘威廉字典都记载讲，比如讲玉艮钱，吼，就表示讲你知影讲这钱已经艮过空的，伊变成一个玉艮，啊，有一个妈祖艮，你知影讲妈祖庙求来的护身符，一定是连锁啊拢绑好啊，哦，这个七娘妈艮，吼，咱讲七娘妈生嘛，七娘妈艮，就伊拢记载这个事啊，吼，所以艮是名词，伊本身就是带锁啊的护身符，吼，顶完已经绑好锁啊。哦，这就是意思无共款，所以咱讲的艮寒，这个寒是做一般的名词，就是破链形的物件。首饰也是会使挂伫婚事的物件，吼，所以咱的讲法甲伊讲法都无共款。一般一个所在讲意义共款，但是伊的字的来源无共款嘛，到底讲伊的看法甲讲法的颠倒变无共款。所以真侪所在讲更寒是我甲迄个要寒的物件先更一空到有法度甲撑线，才有法度甲寒起来。但是咱的方式是，咱已经是迄个艮是已经处理好的护身符的物件，所以我是寒艮，我甲即个艮寒伫我的颔棍啊，吼，两个无小可意思无共款，但是来源无啥共款，但是意义共款。意义共款就是讲，不管你要讲更寒还是寒艮，其实拢是保身符，吼，为神明较求来。这在厝甲即咱听友回答一下，吼，所以毋是阮讲毋对，嘛毋是你听毋对，嘛毋是你记毋对，讲法无共啦。意义共款，汉字嘛无共，但是意义是共款意思啦。
嘿，其实意义是同款，对，所以你若听到讲，人老讲即个寒梗，啊，你就知影讲是豆芽人啊，宜兰人。那这首真是阮毋捌听过更寒。嘿，是那在地较早经历过即个科技的人，你甲讲寒梗，甲讲更寒，伊其实无啥了解。若要宜兰来讲，尤其讲，伊想讲你来讲电豆头，嘿，无咧，阮就像咱的听友听到我讲寒梗，说安尼讲电豆头，毋是，拢毋是，大家拢对。阮遮就是安尼讲，嘿啦，好来，咱来读批，好，无时间就无讲吼。来，过来是即个做江友婷，我印象中可能遐读人吼，歹势我无特别去查你的即个字的发音吼，一个听友吼江友婷，伊是用 IG 传信息互我，伊是写台文吼，所以我就照你的写字安尼读吼。阿德你好，我进前捌伫华山的母语市啊有拄着你，小可讲过几句话，毋知影你会认得袂？首先感谢你录遮尔济、遮尔赞的节目，互大家听。我旧年为倒退路迄集开始变做恁的观众，其实应该是听众。刷落来差不多逐集拢有听。我感觉无论是访问，也是讲台湾的风俗文化，逐摆拢足好听的，而且。阮爸迄边的阿公阿嬷拢宜兰人，安尼听到阿德讲宜兰腔，也是介绍宜兰的代志，拢感觉足亲切的。雪红子的声音听起来嘛是台语足敖讲，足亲切的大姊。伫遮想要请问恁两个是安那相拄的？如果是安那会找雪红子同齐做主持？我有编到拄开始的集数，毋过雪红子出场的迄集，敢若无啥介绍到，可能我有漏câu去。毋过，甲新观众介绍一下，应该嘛袂歹。另外，这几天拄约到上新的一集，听到阿德讲到关客语，感触真深。尤其是有关是毋是爱甲因，毋是母语的母语学转来的问题。我算是都市大汉的囡仔，加在阮阿公阿嬷拢挑故意，拢甲阮讲台语，我才小可有台语的环境。大汉以后，我的台语退步甲足严重的。是靠我学台文以后，才豆豆甲捡转来。我感觉我的朋友之间，有个人早都无认台语，也是别种本土语言做因的母语啊。因为连因阿公阿嬷甲因讲的拢嘛是华语，所以咱鼓励因去学的嘛，已经变作是一个名义上的母语啊。因对这个语言也无什么感情。虽然这几年台语无论是上课的时数，也是各种艺文出版的产业，拢有浮出来。毋过我拢足烦恼，这是台语的翻生尔。我印象中敢若叫做翻生啦，这我无确定，我若有讲到，甲来补充。所以我感觉伫台语正做教学语言的学校大量开起来以前，咱拢袂当伤过乐观。歹势一日看伤长，看甲别位仔去，最后上要紧是祝恁这个节目会当久久长长。你甲雪红子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嘛支持恁放去你 YouTube 顶悬，这就是刚刚讲的友婷我印象中应该是读做友婷，然后讲友婷的这个咱听友的批，内底问题其实足济，我用煞毋知要安怎应。后来我来先来回答一下这个几落的问题啦头一个是这个甲雪红子的关系咱的关系非常之复杂。熟悉真久啊！这个在人生当中雪红子嘛是真重要的一个时段。咱莫讲时段啦伫咧节目内底网络顶悬都是一切无什么时段无时段嘛无阿姨，咱大家若知影工课场上有千万毋通叫即个年岁比你较大的即个女性甲讲伊是即个什么阿姨这绝对是万万不可，大家爱无礼貌，大家有即个意识爱知影即件代志所有物件拢是所有的即个年岁比你较小较点一撮较济一撮家家家家阿姊什么姊什么姊可以凡事都可以你若是即个甲你差无遐济大你一撮你就叫名就好表示亲切毋通叫什么阿姨国较起哩就国较千万毋通有诶我捌拄一个讲你叫阿姨
我未结婚咧。嘿，所以大家记哩，就是叫什么字什么字就好啊。所以简单讲，当然伫咧第一集就是即个说谎字初登场，拄徛上台顶的时阵呢，咱有讲过讲啊，因为咱确实有一寡亲戚关系，所以伫咧即个日后有机会甲大家讲啦。互人掠起来啦，临时的啦。嘿，毋过咧啊，拄则敢有讲着讲是安那会合作是毋是？对，是安那会找你。共款是原因诚济，讲我老实讲，疫情的关系啦。应该安尼讲啦。拄开始拄着疫情的时阵，就发现讲啊，访问的类型其实无法度一直做落，因为迄个时阵人甲人的直接其实是诚有困难。你诚歹伫外口，你连出门都有困难啊嘛。迄时阵就无适合，就想讲安尼若想要做一个，想要维持一个固定的节目。互大家听的时阵，到底要安怎做？那讲故事或者是讲新闻是上好的方式，因为有固定的内容通准备。那第二是我个人真无介意一个人讲话，所以我嘛毋是讲袂晓细念啦。毋过真正要做节目，我是家己试过。我感觉惯势来讲，两个人讲话开讲的方式会较好。当然，我会使主要来表达这内容。后来拄开始想讲，既然要用台语来讲，互大家凡说配合一个台语较无遐好，甚至听无啥有诶，那伊是毋是伫内底会使提出真侪问题，互真侪台语无遐好诶听友会使甲因共款提出因心内诶问题。比如讲，即个字，这什么意思啊？我听无，我就使甲解说。因为凡说真侪物件，我认为讲，这就是安尼读过，这就是自然，大家应当是拢会晓啦。了解嘿，这都无一定大家会晓，所以阮的看物件可能无啥共款。拄开始其实有即个考虑，但是发觉讲，第一要找着即款的人无遐简单。第二是我可能嘛会诚艰苦，就是我变成讲真侪物件，我顿顶爱动点讲，即个物件大家会晓无？后来我想讲，故事也是希望讲，既然要讲故事，就是爱顺讲了会欢喜，你感情会使投入。你伫讲着无共款的人，比如讲，大家若伫听过去的故事，可能感觉讲，我伫讲无共款的角色的时阵，其实我嘛有一寡情绪的表达伫内底。我若一直伫想讲即个字我要过来解说，过来创啥，你可能就无法度安尼表现。所以我个摆想讲，会使做一寡调整。最后就找着说谎子，想讲，你的台语嘛无啥问题，而且有一寡。咱莫讲会所，应该讲你经历你较资深，所以一寡即个用词啥，伫阮即个现代反正也是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无学着过嘛，有可能有，咱会使互相成长、互相学习，有当时你有你的讲法，甲你过去的经验，那我的讲法就是我可能有机会有较侪资源，会使伫网络拄着佫较侪无共款的地方的讲法，无共款的想法，咱会使用即个物件来交流，咱互相补充安尼。说谎是迄落社会经历啦。对，就是安尼当然当时是伊头一集初登场的时阵，讲100集以后，咱来考虑看卖。但是我后来感觉讲，重点其实毋是即个关系是啥，是咱有法度好好伫即个过程做节目的内底，互大家物件无。你会使提出你的经验甲你的想法，我嘛会使就我准备的内容甲你做交流。我这是上重要。希望讲咱听伫个过程当中，会使有吸收，会使有感觉趣味，会使学着即个故事。学着即个台湾的在地历史台湾的文化、生活传说，对即个所在有佫较侪认同。我认同是最重要的代志。你是啥物人，其实是甲你的血统无关系，无重要。甲你的皮肤的色无关系。你毋管偌红、偌乌、偌白，拢无重要。其实上重要的就是你对即个所在、对即个语言、对即个文化，语言甲文化是白做伙。有认同无？你认同就是为你对即个所在了解来的。所以毋知希望透过即个方式，来甲大家开讲。伫咧开讲过程当中，袂讲压力足大的，我无要教你足侪物件。但是你会使熟悉讲比如讲妈祖新炸弹是安怎来的，前一阵仔即个过世，是毋是就讲即个物件？讲人对方拍来妈祖的安怎？我就会怀疑讲是毋是有偷听我的节目咧？免偷听来光明正大听。若是有咧听我感觉讲假护这方面。慢慢等。但是咱就知影，你若有听过的人，你就会知影讲，伊讲即个物件是啥？妈祖新炸弹，我知影我听过，甚至讲伊日后发展甲后来一寡历史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安怎，甲传说的差别是啥？咱都捌讲过，所以这你都有一寡无共款的看法。你伫看你现代生活的时阵，你会敢讲是无共款的。我讲这是我希望伫咧节目内底提供互大家。重点就是继续合作。
嘿，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伊有伫烦恼讲，因为真侪人已经无甲即个本土语言，包含台语在内，当做家己的母语啊。因为阿公阿嬷嘛是甲我讲华语啊，老爸老母嘛是甲我讲华语啊。安尼嘛足好诶呢。安尼我的母语是啥咧？无啦，伊拄则在讲阿公阿嬷有甲伊讲，伊阿公阿嬷会甲伊讲，对对对。毋过因为真侪人担拄着的问题，包含进前那即发布进前，咱都包含后面着即个竹木民先生伫讲，伊有出一本新册嘛，做台语解放技术。台语解放技术即本册内底嘛有提起着伊家己个人的历程，伊的过程嘛有共款即个问题，就是时代袂甲伊讲台语，所以真侪人会认为讲。我的母语都毋是台语啊，我已经变成华语啊。其实即个思考小可毋对是，你爱去思考语言甲认同有诚深的关联。咱有讲着，咱拄仔讲的母语，毋是敢若讲你阿爸阿母甲你讲的语言，或者是阿公阿嬷甲你讲语言，其实是你的文化母语。什么叫做文化母语？就是讲。你对你的身份的认同是啥？你无认同。比如讲，你认为你是台湾人内底的客人，台湾人内底河洛人，台湾人内底原住民族，那当然，这个文化的根源伫倒位，你就是伊的语言是啥物？伊的语言甲文化内底参杂做伙嘛。你去学这个语言，其实是学这个所在的文化，是增加你家己对这个文化的认同。细人来讲一个故事吼，以前你用遮细声，我煞毋能教训。小细声，好来，中雄煞无开气安尼吼。我会讲，阮以前读书的时候，我遐有一寡包括讲我要出社会，我有伫台北住一站。伫台北的时候，有一寡北族的朋友，北族的安尼莫讲较清楚啦，伊就拢摆互知影讲，伊是倒位的人。伊咱平常，我讲你毋知听有无？甲我稳重家己身份的原住民族对朋友，是，伊就不爱讲。就是互你讲的认同，这是文化族性消息啦。对，认同我不认同我自己，所以我怕你们，我惊恁知影我的身份啦。这就敢若最近一出迄个台湾的连续剧，做我毋知做八尺门还是八尺门毋管啦，就是即个华语叫做八尺门的辩护人，我毋知伊台语家人迄边安怎读因即个内底都有阿美族人，因嘛有身份认同的一寡讨论，就共款意思。这我讲母语毋是敢若你阿爸阿母讲的语言，你也会记哩就是这其实是你的文化母语、文化母语、文化母语因为华语毋是你本地的语言，虽然讲大家拢会晓，甚至是真侪人的第一语言，无毋对，第一语言这是你头一个学的，无表示迄个物件是母语，这甲你的文化。甲你的认同有关系。咱讲真无简单啦，伊的阿公阿嬷会当甲伊讲是真好的代志。我去学日语来讲，阮这老师讲，我捌甲你讲过，咱伫开讲讲，伊讲我甲阮孙讲讲什么花啦，伊毋知什么叫因孙啊什么花因孙拢无爱插伊阮伫上课伊伫讲互因听啦，到尾伊是安尼讲，我甲你叫你啥拢无爱甲因。你不标准啊！讲伊叫国语无标准伊讲即个故事了，所以叫伊学台语无啦，伊讲即个故事了有伫上课我就点下课了我就甲即老师讲来听咱的节目。我歹势安尼甲讲啦，我来讲，因为我去无偌久尔啦，我毋是啦，我是甲即个日语老师讲。老师啊，你甲恁孙讲台语啦。对啊，毋是你爱讲华语，是伊爱学台语。真个阿公阿嬷真要紧，你莫讲人孙要甲你讲，结果你拢甲伊讲华语，哇，实在袂晓讲嘿。好，咱来读上尾一张批上尾一张批较长一寡，毋过我真感动啦！我已经有先看完这张片了先摕纸互你无？明仔纸？应该嘛是互你，甲毋是互我，我已经看了啊。是来，这个是释贤王硕贤，王释贤硕士的硕士的硕士有的人较毋知这里是怎读。释贤毋是世贤，毋是王世贤，毋是等者王世贤的世是他是知识的识，伊嘛是释贤，对啊，知识的识啊。知识的识，所以。王世贤叫你讲嘛爱读做王释贤甲即个王释贤是共款的发音，即个是硕士的硕，还无共啊。我是讲发音共款啦伊有寄一张片来互我共款伊是写华语，我甲转做台语来甲读互大家听。
阿德你好，我是最近才发现台语话故事的新听众，我想要感谢你甲雪峰提供这么好的节目。我目前为头入到2021年底的进度，我想逐工通勤的时听1-2集，应当随会当入到进度，刷落来就会使搁再翻头开始复习。我来自一个49年移民的家庭，自细对台语真青分，虽然是大加减嘛会晓一撮台语，不过我的囡仔是确实无接近到这个文化课仔。我印象中读小学的时，爸母也搁捌为着学校的母语课找先生抗议过。迄当时我嘛无甲这科外语当作一回事。头一遍我主动接触到台语，应当算是高中。班内有几个同学是来自纯台语家庭，我开始对因学一寡单字。因用全台语对话的时，伫边仔哪听几句，不过嘛紧厝自己。当我为大学毕业，开始食头路了后，才发觉原来我的生活课仔以外，真侪人的第一语言是台语。我的台语程度煞完全无法度甲因好好沟通，总是虽讲像青梅拍枪安尼，也豆豆学着几句工课上接用的专业台语字词。不过对方若是加入一寡日常生活用词了后呢，我又搁拍回原形，袂输听雷。这时我才正经甲学台语当作一个目标。当然，这过程嘛受到政治意识变动的影响，不过迄就是另外一回事啊。后来，甲半台语家庭的牵手结婚，伊的家庭应当是这个世代大部分台语家庭的缩影。阿公阿嬷顺台语，阿爸阿母台语较好过华语，不过甲囡仔讲话就自动切作华语。换频道。我开始试看卖用我含慢的台语，甲丈人丈母还有阿嬷对话。好佳在因无气嫌我台语真拗，我感觉这几年落来，无需要另外了时间来学习的情形来讲，有小可进步淡薄啊。所以今年我真好胆做一个决定，我开始甲我当地学讲话的囝全台语对话。我是安尼设想，虽讲我的台语也无遐好，不过甲一会统的囡仔讲一简单的话句，阁会堪入。加上阮某的台语程度比我较好一丝啦，两个人拢甲囡仔讲台语，不过翁仔某之间的对话就依次华语，也就是囡仔会使接触到双语的环境，我家己嘛会当哪学哪教。伫我决定安尼做了后，出来发现台语话故事的这个单元，对我来讲完全就是捡到宝啊！毋但内容是我真有趣味的文化风俗，而且是全台语对话。另外，互我上惊喜的是，阿德甲阮囝的阿祖同款是宜兰腔。自这几个礼拜我听台语话故事了后，虽讲口语还未看到进步，上无听力已经会使对着阿德甲雪红的语速啊。毋免费力就会听有大部分的内容。说落来，我会试看卖 shadowing， 也就是对读法的这个训练方式来训练家己的口说。那扩充台语故事的库存，会使讲互囡仔听。听后得到上新的节目进度了后，相信翻头搁听一遍，应当会有无同的感受。请原谅我啰里啰嗦拍这么侪字，总讲一句，感谢阿德甲雪峰提供这么好的节目。希望恁会使继续欢欢喜喜做节目，启发更较侪人对台语的趣味甲认同。祝福蒸蒸日上，事事顺心。哇，就等啊！甲你拍拍手，不会别。你的感想是啥？哦，我足欢喜的，安尼当吼，互恁来学这个台语，互你甲小朋友来讲，有够赞的。你无形中你会进步足济。我其实我伫看这张片的时阵，我头一个想法嘛是讲，我足感动的，真伟大，我感觉这个老爸真伟大。我是感觉足感动的。我甲你讲会感动，你看对无？有稍微想做无？姐来试一个。我讲第一，我讲讲实在，伊内底有写着49年的移民家庭，我毋知你了解这个意思无？伊伫倒遐来，应该毋是咱本土。简单讲，49年的移民家庭，伊较早讲法就是外省啊啦，外省家庭。
这个外省家庭当然一般平均来讲，袂使讲逐个拢是，但平均来讲，第一因本地母语都毋是台湾的本土语言，因是1949年甲对这个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的人。第二是大部分遮的人的政治认同，讲实在，甲咱定讲本土是小可嘛无共款，所以有真济无共款的认同，无共款的身份的差别，有即个情差伫哩。你讲遮个人特别来学台语的人，讲实在无遐济。毋过伊伫个过程当中，伊表示讲伊的即个家己心内即个开阔度真宽，真开放。伊伫遮生活，当然伊毋是迄个时阵来啦，听起来毋是迄个时阵来，是讲伊是即款的外省家庭。咱用较简单讲法，外省家庭诶，即个环境大汉，伊毋是接触台语大汉，毋过看到逐个伫使用台语，伊的环境是安尼，因某嘛是有即个台语家庭伫咧，就决定要家己毋是伊上高讲的语言，但是伊愿意去学习，愿意甲即个物件推互因囝。我讲这真正是足无简单代志，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压力咧。我若袂晓甲即个语言，毋是讲真正关系遮深遮够讲，我阁要用即个方式来甲我的囡仔讲话，其实是需要勇气，需要下即个决定无遐简单的哦。小龙的感动是一点是啥物呢？伊讲伊互伊囝学，敢若无形中去学着双语。华语做双语，一般咱即摆人讲双语学校是做啥？华语加是英语是吧？英语哦，毋是咱的台语哦。但是伊即摆认为讲，伊安尼伊通学着双语，无形中甲台语当做是一种的人个结合，所以是无简单。有即种的理念。你免开钱嘛，你只要去讲，咱像咱学英语啦，学意大利啦，什么货啊，有诶无诶啊，澳大利什么澳大利迄个，讲甲遐去。我跟你讲，你本来啦是讲加一种语言，我拢一直甲我诶朋友讲，你学来讲，你厝诶足简单，你诶母语，咱安尼讲，若华语咱即马读书，囡仔出去你免烦恼。凊彩就会晓啊啦！你看足侪台语囡仔去到学校，最后嘛剩华语尔。是，所以我讲伫厝内，甚至你就算无华语嘛，完全无需要烦恼，因为足简单。当然，你要互伊，我嘛无意见，因为意思是讲完全无需要烦恼华语的部分，因为外口的优势语言，外口的环境都是华语，你走袂去。你永远环境是上大的影响，你走袂去。所以要安怎互囡仔台语的环境才是上困难的。当然你有迄个心，我讲实在足伟大，讲实在。当时讲这点，我就感觉很感动。这母语需要坚持，这个物件嘛是互大家互相学习啦。这就做因爸母的伟大，你知无？你去到迄个所在，你等下咱兜讲咱的话，你再过去学其他的语言。但我是希望讲，伊若带囡仔出去嘛，是会使共款讲台语啦。是啦。好啦，咱即集就到遮时间已经足长啊。好啦，感谢所有的听友寄批来，管你用什么方式寄批来。那然后共款，大家若是有想要问问题，或者是想要分享你听故事、听咱节目的心得、你的想法，拢无要紧，你会使寄批互咱吼。当然啦，寄批进前劳烦你，若是用即个Apple Podcast 还是 Spotify 啦，有诶，只要会使拍星仔吼。来，毋管你用什么平台啦，什么款的服务来先即个动一下你的手指头啊，刷动你的即个，你的即个金手玉仔，去甲试一个5粒星的分数互阮一寡鼓励，来寄批互咱安尼，再甲劳烦你。好啦，今日即集已经结束啊，毋知大家有什么款的想法咧？这一集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ory 留言互我。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box 嘛，希望你会使留下5粒星的分数，互阮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查找亚特聊聊天，也会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若是行有余力，愿意一杯咖啡、一包脑糖的钱来鼓励阮做更较侪创作，嘛会使点下 Show Note， 也就是随便区的赞助连结。网连啊，寄付是随喜心意，食水甜，蓝山表示咪大笔的，我嘛介意。毋管这少，拢感谢你的支持。咱今日就到这咯。真感谢听友的收听。拜拜。拜拜。特别感谢时间。
特别感谢教父甜苗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敏凤、瑞奇、恰拉黑恰拉，也佮有所有赞助支持这个频道的听友，有恁实际支持，是阮佮较有信心行落去的动力。